喂，咩事？個事源呢就係我要裝修房間，而床嘅位置呢就得2米，咁床褥呢我就要短少少，所以呢就要訂咗啦。咁啊經朋友介紹就肯定要揾到源頭工廠啦。咁第一件事就係要測試下佢哋嘅獨立袋裝彈簧係咪咁勁先。哇，名不虛傳啊！我哋喺香港細個就睇廣告，獨立彈簧承托力好又耐用，而且啲布套堅固耐用，唔會一篤就爛，而表面嘅絲質纖維又滑無比，冰涼透氣，膠水咧仲要冇甲醛嘅。而家市面上稍為出名啲嘅床褥都要萬幾2萬蚊一張，哇！真係食水相當深啊！其實床褥真係唔使咁多花臣嘅，幾千蚊已經好靚噶啦。喺順德呢度，我3000零蚊就有一張手工製造嘅訂製床褥，係咪抵到爛呢？嚟順德食農家菜，順便買家私，真係又平又抵啊！